咱看性平三法修正案就路要满1年，妇女团体调查也是认为讲这女性遭遇到性骚扰，所会当得到的帮助也是真有限，而且部分的企业拄到代志嘛要积极处理，对性别平等的理解有关是真不足。 受到性骚扰不一定外伤，但心内所感觉压力有创伤。虽然性骚扰防治法明定主管机关提供被害人保护辅助事项，各县市社会局处拢成立组织的窗口。不过，若伫一场拄到性骚扰，是适用性别平等工作法，但被害人若想要求助，有可能会四界碰壁。立新基金会指出，113年接到1063通咨询电话，但被害人普遍拢感觉更加焦虑。所谓的专线都是经过多次的转线才能够连接上线，那且大部分都只能回答单一业务的问题。那被害人在反复向不同窗口重述这个性骚扰的过程当中，事实上加重了他们的心理创伤跟焦虑感。 现代妇女基金会指出，劳动部统计，去年1月到6月性平申诉成立的案件当中，有60%就是事业单位。虽然知影有性骚扰，但却无采取马上有效的补救措施。另外，企业对防治性骚扰的资源不足，提出有效应对机制嘛是一大挑战。基金会就收到中小企业表达焦虑，认为隔离被害人和行为人离实务上有困难。如果双方将他们做一些隔离的话，隔离多久？好，然后还有就是说，这样的隔离也有可能造成这些行为人其实调到了别的部门，有可能变成冗员。对于企业来讲，也造成了很多就是成本上面来讲的负担。现代妇女指出，去年麦当劳发生性侵性骚案，共重罚100万，显示企业唔是甲行为人死头路就会当作代志解决。受害人虽然已经离职，但无代表企业就无责任，是要提供协助。而性平三法修正案上路要满9年，妇女团体提出4大建议，包括政府要整合资源，确保被害人的权益保障，提供企业明确的指引，启动立场的辅导等等。公司新闻林建伟配合做台报报道。